吉安，日本时代叫做吉野，是头一个日本农民的移民村。日本政府重视农田水利，运用初音电厂发电了后的水尾来做农田水利。水圳的出水口刻着两字，有人讲是不进，有人讲是不当。不管正确的答案是啥，伊甲庆尚院同款，甲咱讲台湾近代史上有50年的时间，叫做日本时代。迄个时代有现代化的进步，嘛有台湾人认同的矛盾。文化是根，种伫倒位，就会活伫倒位。伊会生出个性甲灵魂。阿迪故乡伫嘉义布地的汉人，自细汉伫部落大汉的伊，因为对阿美族的文化认同，中年以后为乌手转做漂流木创作者。伊创作的原则自然无用化学的物件，适量。会当日常使用的作品，经过几年，伊家己想起来，就会流目屎的艰苦日子。伊的作品得奖，等于是替家己的人生点倒一拍灯火。只要心有够开阔，这拍灯火会当替别人照光，嘛会当化作温暖。阿的确。去到中南美洲的山车庄头，教因做猪、做汤匙啊，增加收入，改变生活。这款用心，互伊伫世界各地拢有朋友。阿迪，一个认同阿美族的汉人。但是，东华大学民族研究所的学生，对伊来讲，延续族群文化是身为拿达兰少年辈必要的责任。加入拿达兰青年会，积极参加部落的公共事务，是保留现有文化。除了保留，也阁有找找。找找因为时代无同，失落去的物件。这个囡仔歌声会一年一年成熟。从今以后，伊会一年一年唱落去。伊所唱的，就是文化的声音。